泰雅族的藝術家米魯哈勇佇咧南投埔里紙教堂展出伊的畫作，也伊的作品融合生態甲人文，傳達原住民族尊敬土地的文化。對桃園搬去南投埔里的泰雅藝術家米魯哈勇，佇紙教堂舉行個人的創作展覽，主題叫做重生。埔里這個紙教堂是來自日本，代表台日兩地經歷着地動、互助，還佫重生。這兩個重生這相拄，嘛展現出藝術想象，還佫能量。那在這3年當中，我也透過這些了解他們當地故事之後，我再開始轉為一些我自己的藝術創作。這一幅創作叫做《巨疊鎮復甦》，意思就是說凝聚了很多的生態，然後呢又有一個新的生命的誕生重生，就跟我這次畫展的概念是一樣的。在米魯的身上，我們也看到來到埔里新開的一個璀璨的花蕊。這擺展出12幅圖，對8月初2到8月23，泰雅族人嘛提出真儕珍貴的文物做伙展出，呼應了我這次的這個畫作，因為我這些作品的元素裡面都跟這些文物有關係。也就是說，我在每一次的創作裡面呢，其實很多的元素的靈感來源都是取自於我們的文化的生活裡面。米魯哈勇的一個創作一直都不是在博物館裡面，它就深入我們的部落、我們的文化牆，讓大家很容易就可以感受到族群的溫度，然後這片土地的故事。米魯哈勇的作品展現出泰雅文化意象，還佫伊真愛的自然環境，色彩豐富，線條溫柔。作品融合生態還佫人文，嘛傳達着原住民族尊敬土地的文化價值。記者安修南投報道。